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有一个真红的网络的节目《朴稳夜夜秀》，因为观众真多，所以政治人物小姐就这个节目来宣传。进前，监察院来公布着总统大选政治现金的收入甲支出，大家才知影讲，原来就这个节目爱钱哦，而且收的钱无平济。韩国瑜前市长是付31万外，蔡总统则付13万。因为安尼，主持人朴稳阁特别出来甲大众买回来回信咧，讲两个人就节目的时间无同，所以计数才会无同。台北市长郭文哲嘛就这个节目哦。郭市长讲，这个朴稳的爸爸甲伊的太太单培琪是同学，甲伊阁是以前的老同事，所以一定是有拍这个。嘛因为有这个代志，所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甲朴稳来合作，就主动来公开着活动标案的经费是89万。市长，你要做棋子还是做筛子？总统蔡文甲韩国瑜当时拢付钱上朴稳的节目，韩国瑜付31万外，蔡文付13万外。看到监察院的报告，大家才知影。我就应该要为我们之前没有揭露而道歉，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朴稳真诚恳的回信咧，伊认讲应该先甲观众朋友讲，因过嘛解释讲，愈接近选举，甲时间点收费无共款，希望大家理解。因过付钱想要甲朴稳共台，还佫有郭文天，被问了讲2摆，上伊的节目敢是干那付10万块尔。详细的讲啊，不然这国安就麻烦是最新的，然后他是我在台上的同事，一定会打。前几天2人才共台呢，台北市教育局举办经典活动推广活动，教育局嘛发新闻稿表示讲，这个标案的经费是89万块。一讲到朴稳，国民摕笑眯眯，毕竟政治人物为了宣传，就算爱付钱，因过我都达到宣传政策还是选举的目的，讲起来嘛有迄个价值。朴稳嘛答应讲，后届节目会公开合作的对象。